来看高雄大寮的工业区有一间做印刷电路板的提出工厂，今仔早起着火，经消息出动大批的人力来抢救，大约2点外钟火就拍花，加在嘛无人受伤也毋过烟是真济，嘛造成大寮的空气品质变甲真歹。市政府是建议讲，附近的民众通啊门先关好门，嘛上好尽量莫出门。 这间工厂乌烟一直闻出来，而且愈闻愈悬。消防人员为真悬的所在拍火，高雄大寮工业区一间印刷电路板的工厂发生大火，消防接到通报了后，出动大批的人力布水线拍火，避免火愈传愈快，还佫出动空袭机为真悬的所在翕落，要来将压火场的情形。总共出动了126个人，39车。以那个位置来讲的话，基本上应该是产线。那产线它用了很多 PP 的塑胶槽来当柜子所以可能这浓烟那么大面对熊熊发生的大火，工厂的人员赶紧要把内底的物件搬出来，让头家甲员工有顺利走出来。工厂的头家强调讲，导火的所在应该是一条生产线，这条生产线已经停工2礼拜。2楼一条产线啊，那条产线今天早上有运作吗？没有，那个已经2个礼拜没运作了。那个槽子是塑胶板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起来，不知道，要等他们看了才知道。那为什么会烧得这么严重？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？ 铝合金加工哦，因为这间工厂主要咧处理阿鲁米的合金，加上现场有真侪 PP 自冰器材质的物件，地处发生火灾的时阵，物件烧起来造成空气污染，环保局嘛出动做环境的监测，因为当地透东北风，受到污染的物件会吹向西南边，嘛已经影响大寮区空气的品质。火警发生之后，环保局也立即派员至现场执行相关环境监测的作业。需要外出的话，记得做好自身的防护，那也尽量 留在室内。这场火灾，包括高雄市副市长林启荣等人，拢赶去现场指挥甲抢救。经过2点钟了后，火有拍花，路检处嘛启动安检的机制。因为空气污染造成大寮的空气品质歹，市府建议民众都要留伫咧厝内，窗仔门关好好，尽量莫出去。若有需要出门，都要甲喙掩盖好好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